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呢，都有他们自己很浓厚的这个地方文化的这个色彩。所以呢，那为什么这些佛教的不同的传承能够在他们的这个，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呢，这个信仰呢是跟文化的一种结合，是吧？这个文化呢就好像一个根没有那个根呢，这个信仰呢基本上就没有它。Namana Asavikola